今仔日元宵节，台北南门市场练元宵的老大头，一透早就讲滚。头家讲，今仔日准备2万粒的元宵，生意是比平常时要好一成。因为这个原物料甲工资成本拢起价，所以今年部分口味的元宵，一粒是比旧年贵2块。世人大力伫咧摇现，将甘蚵内底过糯米粉、牛丸，还个过水、小林刷做一遍，豆豆过才当熬出一粒搁一粒圆滚滚的元宵圆。今仔日元宵节，南门市场闹热火糕饼摊，会知影青花真侪人客来排队，买去比平常时啊加一成。敢若一天准备货量就有2万粒，其中亲像麻土豆、经典的口味人气上界旺，无想要食甜的、冒咸的口味会当景。我买鲜肉当然就是要做咸的，大致上跟汤圆的做类似啊。一小盒这样子，吃个家人团圆美满，对，一个过节的气氛嘛。红豆沙还要等半个钟头啊，所以我先去买蜜汁，绕1圈再来买。去年价格不是这个价格，今年比较贵了。配合时节买元宵鱼，嘛爱加啉钱。鱼这间摊商回来，本正回口味每一粒26块，今年一捆全配口味起到28块。业者无奈成本起山城，高不利将这留啊起价，希望薄利多销。去年元宵节比起来，今年的所有的原物料全部都涨价了，然后再加上去年到今年的工资也都在涨。今年就想说少赚一点吧，因为时间太赶了，也没有很仔细去精算到底要多少。小过年食元宵鱼、庆团圆，希望新的一年，规年通天轮通笑眯眯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